你试试看能不能用。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能玩能玩，真的好了。醒醒！醒醒啊你！你醒醒，别睡我床上，这算怎么？宠物。其实，冰克鲁和第四节挺可爱的啊。师傅，我下去打听点事儿，您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问一下，这是那庄生本的那文化课补习班吗？啊，对，就在里边，上那个2楼就是。谢谢啊。走吧，师傅。陆总，早。又已经天亮了，哎呀，一睡就不知道时间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周末您还加班工作啊？不是，也没刻意想加班，就是忙着忙着就把时间给忘了。嗨，给您的文件。谢谢啊。当您的家人可真惨啊！我父母跟您一样，也都是工作狂，所以啊，我太能体会家里人的感受了。啊，哎，我来吧。哦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一般孩子呢，所有过的美好家庭记忆，我几乎都没有。后来甚至看到父母在一起，会觉得很陌生。他们离了婚啊，反倒觉得理所当然。家变成了冰冷跟孤独的代名词，太惨了。谢谢啊。所以啊，我是明智的。啊？
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家庭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孩子。这个道理啊，我早就想通了，所以我没有选择组成家庭，今后也不打算选择。您是单身啊？一直都是？不，这个女朋友啊，肯定是有过了，这婚呢，就没结过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也有过结婚的念头，可是每次一进入正题，就马上会出现各种问题，所以到了最后啊，就一次也没有结成。后来啊，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：逼着不适合的人去做他不适合的事儿，其实啊，就是开始酿造一场一场的悲剧。啊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哎，对了，每个人啊，都打着为对方牺牲了一切的旗号，互相憎恨着，最后啊，几败俱伤。知道什么是传统吗？就是自己跳不出的窠臼，也不允许别人跳出；自己已经验证过的悲剧，还逼着后来者不断的重复，而且还要告诉对方，这就是生活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洗把脸。啊。哎，那么急着把我叫来干嘛呀？这辆车归你了，我又重新给你调了一遍，要不要试试？哎呦，这摩托车真是漂亮，我下午就骑着它上课去。哎，这赌期3个月还没到呢，干嘛那么急着跟我兑现呀？昨天我见识到赌约成果了，也不差这么几天了。你就不怕我把这摩托车骑跑了，再把那女的给甩了？我又不是瞎子，还看不出来你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那女的别再来烦我。昨天闹那么厉害，那女的关注点从头到尾都不在我身上，我就知道，就算你现在把她甩了，她也不会再来烦我，这就够了。那你凭什么说我跟她玩真的呀？玩真的玩假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没兴趣跟你啰嗦。那你现在有兴趣告诉我，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那么和睦的家庭聚会，你是被栗子姐姐愣拉去参加的，没办法呢，还真享受在其中了，真把那穷小子当成一家人了。我说过，我的家人只有我爸和我姐2个人。现在既然同住在一个房子里，总有些事儿要一起办的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保护那疯丫头，也是避免不了的。嘿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真喜欢她吧？你能说点靠谱的话吗？哎，还有你那哥们儿，一个大男人因为几句话跟一个小女孩动手，谁能看下眼啊？他自己也说了嘛，他是楚木的女朋友，你听不见？现在这年头，结了婚了照抢不误，何况是男女朋友呢？你们俩是一个冷一个热，还挺般配。哎，赶紧上手抢吧。无聊。马上就要放假了，你准备干什么呀？没什么打算。啊？哟，那你还不赶紧回你们家公司熟悉环境去？这明年可就要毕业了，早点熟悉，心里有底。何况你们家现在又多了那么多外姓人，这事让别人抢先了，可就不好玩了。你看我现在没你那么多前狼后虎的，一没课我就回万源新地蹲点去。再说了，你后妈可早就进了你们茂森了，你还不抓点紧，人家就已经打入你们家内部了，你还跟没事人似的。我爸说了，现在公司大调整，进去不合适，等明年实习的时候再说吧。还有这事儿？哎，趁大调整的时候让你进去不正好吗？而且调整什么呀？调整这么长时间，让你明年再进去。要不现在打个电话给我爸，你来问问？哎，不是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行，我不问了，你自个儿事儿你自个儿解决吧。哎，对了，周末我办了个派对，你跟栗子姐姐过去玩玩呗。
昨天本来想请他喝酒来的，也没请成，我在派对上好好补给他啊。那个我邀请卡落车上了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去逛街吧？去哪？我觉得秀水街呀，一般不行。那就去秀水好了，我想买。哎，同学，那个问一下，你是那个专升本文化课补习班的吗？是啊。你们班有没有一个同学叫琪琪啊？哦，琪琪啊，有啊。你找他？啊，对，他出来了吗？他早就下来了，是不是已经出校门了？出校门了。哎呀，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晚了。那个，我是他一个朋友，我前2天手机丢了，电脑又崩溃了，他的手机号、QQ 号我全都找不着了。我就知道他在这儿补习文化课，我上这儿堵他来了，看还是来晚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这儿有他电话呢。你看 QQ 号也有。哦，那我记一下吧。行。你是他动漫网站的网友吧？啊，对，你怎么猜出来的？只有网友联系不上他，才会这么着急呢。因为他是你们老大嘛。不过他那个旗舰天下做的真不错，我也想参加呢。对，那个跟老大失去联系了嘛，所以心里没底，才急着找他。欢迎你参加啊！以后咱们可以一块儿活动了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旗舰天下，还有意外收获呢。